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贏馬強心針。今日係7月3號，嚟緊咧帶俾大家兩場7月4號沙田九草以嚟私家3跑道嘅精選貼士啊。咁照舊咧睇一睇我哋上次嘅貼士結果先啦，交俾你啊，強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我哋睇翻上次嘅貼士結果如何先啦。上次我哋貼第3場2號、7號、9號、14號、12號。咁結果跑出嚟係2號、11號、14號、7號。咁我哋分別跑1、3、4名嘅。另一場我哋貼第4場4號、13號、6號、12號。咁9號就退出咗嘅。咁呢場結果係2號、3號、7號、5號。咁呢場我哋係唔中嘅。係啦，咁啊，今場嗰一場都冇乜辦法啦，因為我哋貼晒啲前置馬啦，咁啊結果就嗰場就咁啱唔理前置。無論結果係點啦，都希望大家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，俾多啲支持我哋，繼續冇廣告咁樣出片，多謝。好，咁我哋睇翻今次賽事先啦。今次會係7月4號沙田九草以嚟嘅賽事，草地跑道選用私家3嘅。精選第一場賽事會係第3場5班1200米泥地嘅賽事。咁我哋睇睇步速如何先啦。咁呢場步速正常爆熱會係放頭跑啦，另外有前速會係銀兩豪俠啦。咁機械騎士用阿妹嘅話應該都係放頭跑，另外有啲前速會係魅力星啦。5福星吸唔吸到埋嚟就要睇翻當日嘅泥地會係如何啦。咁預計步速會正常啦。如果5福星都放到出嚟嘅話，可能會搶快少少咁啦。好，我哋揀馬。第一隻揀嘅馬係1號日日獎。隻馬今季咧初喺4班跑季初嘅時候咧喺4班1200米跑10萬泥嘅賽事贏馬。依家轉眼間咧又落翻5班跑咯。當然佢可以佔到啲班利啦。依家睇翻天氣狀況啦，聽日可能又會喺雨中嘅作賽。但係咧，佢已經有晒黏地嘅證明。抽一檔莫雷拉騎，正常應該佢係穩膽嚟嘅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12號爆熱，近3次咧跑5班泥地1200米，全部都入 Q 㗎。5班馬嚟講，佢都算準㗎啦。今次繼續用翻贏馬嘅拍檔艾少禮，隻馬可以放頭，然後跟前追少少又得。咁呢場形勢好跑嘅，要揀㗎。第3隻要揀嘅馬係4號機械騎士。前一場咧跑同程贏馬，對手都係依家跑緊呢一班對手啦。咁神操見隻馬狀態 keep 到啦，繼續用翻黃寶嚟減7磅跑，咁佢應該都可以喺前列翻到嚟嘅。第4隻要揀嘅馬係6號萬里雲。隻馬神操見佢比之前有進步，咁依家評分咧減到去38分，落到嚟5班。落咗嚟5班之後，今次再跑翻泥地賽事啦，用潘明輝去騎，咁有權俾阿潘明輝努力咁捽到個屁都唔奇噶，拖住佢啦。最後一隻要揀嘅馬係8號起行，隻馬咧就仲係處理馬嚟嘅，咁比較難出頭啦。喺泥地其實已經搏咗幾次噶啦，咁佢出頭係難嘅，但係季初87場次咧。曾經跑過10萬泥，輸過俾日日獎。咁今次換下潘頓上去，賠率就一定係偏熱㗎啦。但係如果你買3、4重彩，就拖住佢啦。好，我哋重複一次，第3場要揀嘅馬係1號日日獎、12號爆熱、4號機械騎士、6號萬里雲同埋8號嘅起行。另一場精選賽事係第10場3班1200米草地。好，咁我哋睇下步速先啦。呢場1200米放頭嘅馬，正常人和家興會係最快啦。咁精彩進帳順利出閘嘅話，佢應該係擺前面嘅都會。另外有前速嘅馬，主要係呢2隻啦。咁步速估計係正常啦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首先第一隻揀係6號巴閉精。今次首次升上3班跑。咁隻馬咧連續2次喺好黏地嗰度咧，同程都贏到馬。上場贏得好輕鬆㗎，贏個幾馬位翻嚟。今次上到3班啦，遇到嘅對手其實都唔算太強。咁潘頓繼續揀佢嚟騎，3歲仔持續有進步，有望3連勝嘅。
第二隻要揀嘅馬係4號人和家興，9歲馬啦，晨操睇佢咧仲有啖火嘅喎。隻馬咧依家評71分，評分已經好低㗎啦。上季喺沙田1000米黏地曾經贏過馬啦，咁老馬亦都冇保留嘅必要㗎啦。呢鋪一定會搏俾你睇嘅，佢有權憑班底一放到底㗎。第三隻要揀嘅馬係精彩進帳，隻馬今次轉翻過嚟沙田跑，評分亦去到身高76分㗎咯喎。雖然今次要孭135磅頂磅啦，但係好彩抽翻個一檔，咁形勢亦都唔會太難跑啦。隻馬依家趁佢仲係鋭，都有你得爭㗎。第四隻要揀嘅馬係7號實力股，隻馬晨操見佢咧收身唔錯㗎啦，落腳都有力嘅。咁試閘表現睇翻啦，都唔係好差㗎。巴道亦都已經操過呢隻馬，咁隻馬係操足先至出嚟跑嘅。咁估計呢場嘅賠率佢都唔會太熱嘅啫，可以試一試佢啦。最後一隻揀係3號神雕。上次初出跑過一次1200米泥地啦，咁嗰場對手好強㗎，冇表現都係意料中事啦。今次初試跑草地，咁睇晨操佢型格真係唔錯嘅。咁狀態咧慢慢開始上嚟，抽到3檔唔會太難跑。呢場佢必定成為冷門嘅馬嚟㗎啦。咁有賠率情況下買3、4重彩拖住佢啦。好，咁我哋重複一次，第10場要揀嘅馬係6號巴閉精、4號人和家興、1號精彩進帳、7號實力股同埋3號嘅神雕。好啊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，記住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，可以嘅話咧，俾啲好嘅 comment 我哋支持我哋咧，又要睇波捱波啦，又要努力咁樣做功課啦，多謝晒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